喺樂富商場有間店鋪啊，叫做好時光啊。喺80年代啊演嗰啲相啊，攤位遊戲啲相啊。佢店鋪係賣嗰啲80、90年代嘅玩具啊、雜貨啊、文具嘅。佢呢度有抌硬幣啊，換嗰啲玩具嘅。有抌硬幣嘅攤位遊戲啊，可以換抌中咗可以換嗰啲玩具嘅。80年代嗰啲扭蛋啊，塑膠嗰啲打波波，呢度有啲擺咗好多各式各樣嘅雜貨攤啊、玩具啊，有平有貴啊，任君選擇。毛公仔都幾貴喎，108蚊個啊，3眼仔168，有叮當。畫方塊機啊，88蚊啊，貴啲喎都。有啲士兵仔啊，捉棋啊，傻瓜嘅博取，都幾吸睛嘅。街頭霸王啊，90蚊平啊！以前好興㗎，打遊戲機街頭霸王，算抵啊，98蚊。呢度啲公仔啊，有糖賣喎呢度，劍啊，林種種嘅童年玩具啊，塑膠玩具喺呢度都有得揀嘅。細個你玩過嘅玩具都可以喺度見到嘅，揾得翻㗎。有啲擠一擠、揸揸啊、谷谷聲嘅雞仔、遊戲機啊、士兵啊，士兵好似45蚊一包喎。六合彩攪珠、飛機、八寶膠飛機啊，有糖賣添，仲有劍仔、塑膠八寶膠劍，可以隔劍啊，兩個小朋友買翻屋企。74蚊2磅嘅糖。我呢度特別啊，揾啲汽水箱啊，做嗰個台啊。呢啲都係平時細個見到啲食物玩具啊，有得食有得玩。仲有乜先？有乖乖啊，乖乖都唔係好多地方有喎，好似百佳都仲有。陳皮妹、影汁薑。無花果以前賣5毫子喎，而家賣5蚊包，5蚊鐘，10蚊5粒，喂2蚊粒吹波糖。都係啲零食啊，有啲叮當嘅公仔。